那咱继续要来讲，这个屏东有一间私立的高中校规真严哦，包括这个清查，包括头毛型，甚至头毛的长度拢有限制。进前老师甚至会举手来量头毛的长度，引发着学生的反弹。讲就是因为校规伤过严格违法咯，恐惊会将做全国第一间予教育部扣减补助款的学校。学校是来回应讲，即摆敢若剩禁学生的头毛袂当染、袂当电，其他拢已经开放了。学生伫学校跳舞，每一个人头毛的长度拢无同，顶学期进前头毛清查甚至长度拢受到限制。但就是还规范的还蛮严格的，这样过长的都会叫你抓它。就是长度没在管了，只是颜色应该有。几啊年进前，老师阁会提出去量学生囡仔头毛的长度，甚至用不同的方式来管教，引起学生倒弹。经过各方讨论，这学期开始，除了袂当染、袂当电，其他拢会使。那你们希望可以染头发吗？我是没有。规定就是有一个规范，你当然是需要的。屏东这间私立高中这学期会往内转变成为严格校规，予学校变做全国头一间因为校规违法封扣补助款的学校。其实扣补助款也影响到学生的一些权利或福利吧，嘿，所以也希望说教育部这边可以给我们一些宽容一点这样。学校嘛讲，经过各方的意见了后，已经甲规定放令尊重学生的自由。